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外邊夏威夷咁啊，縮一縮先啦。中間走咗上去又再遇歸來，快過美麗傳承啊！美麗傳承走緊3踏啊，內欄走上去仲有呢隻嘉應之星啊帶翻頭啊。中檔第4位川河專區都頂住嗰隻美麗傳承啊。再見到內欄第5位創意天才啊，第6位呢就係大藤王啊。尾二位置幸福笑容就黃衫黃帽噶，暫時包尾嘅馬呢，咁啊縮咗入去貼欄位置，就係嗰隻夏威夷嚟嘅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處，前面嘉應之星帶頭啦，美麗傳承跟翻個2踏第2位啊。咁啊第3位內欄創意天才啦，咁啊再遇歸來呢，咁啊原本2踏依家拖翻住呢，咁啊2踏第2位變咗第4位啊。再後邊嗰4隻啦，川河專區啦、夏威夷、內欄進佔尾3，再後邊嗰2隻分別係大藤王啦，暫時包尾係嗰隻幸福笑容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嘉應之星帶頭啦，跟住第2位呢，就係呢個美麗呢隻呢，就係美麗傳承啊。第3位嘅馬內欄位置創意天才，再遇歸來呢，響第4啊。第5位埋變紅衫夏威夷啊，第6位攞出嚟啦，黃衫啡色帽川河專區啊，尾以大藤王都攞出去，大外檔嘅梗係田泰安啦，就嗰隻幸福笑容啊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，咁啊嘉應之星仲係佔先嘅，美麗傳承開始上嚟啊，再喺外邊一鼓作氣冚呢，仲有呢隻川河專區啊，再跟住後邊嘅嘛，外邊冚啲仲有大藤王，入邊係夏威夷啊，最後100零米川河專區外邊壓住咗入邊嗰隻美麗傳承，美麗傳承又谷翻上嚟，再後邊嘅嘛仲有夏威夷，再後邊呢仲有呢隻大藤王，接近終點，美麗傳承打翻上嚟，埋邊拍住嚟兜，外邊位置川河專區入上入落，第1名要影相啊，埋邊美麗傳承，出邊係川河專區啊。川河專區咁啊，響中外檔一鼓作氣呢，其實就全程壓住美麗傳承嚟跑噶啦。但係美麗傳承鬥心亦都係相當好啊，一路拍翻上嚟，叮當碼頭你一邊我一步，好似川河專區機會大啊，要影相。第3名有夏威夷第3啦，大藤王跑第4。